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指挥中心开放 KTV 恢复营业，拄着头一个连假，而台中是形成着抢客大战。这个台中金枝坝酒店转型做自助式的 KTV， 重新开幕的头一个暗暝，这个包厢都互抢订了。所以来国庆3天的连假，嘛拢互订到晚。啊，其他自助式的 KTV 至少嘛拢互注文6成以上。民众讲，阮若个月无唱歌咯，真无简单，拄着开放，搁拄着连假，一定要甲唱好到本。左边的都还没有。台中的金钱豹转型做自助式的 KTV， 第一暗包厢就互抢了。唔那开幕迄暗，今仔日暗时，阁有双十连假3天，金钱豹的包厢拢互订了。大家拢真好奇，金钱豹生做啥款，介绍偌济。来宾费用，金钱豹改做自助式 KTV， 以上细4个人的包厢来算，1点钟1000，等于一个人1点钟250，再加1成的服务费。另外一间银柜，算人头一人1点钟大约110，阁有一间超级汽车上细包厢，一个人1点钟是468块。是可以考虑啊，我会考虑一下，想要去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啊。我没有去过，好几个月了吧？啊，是不是闷很久？对啊。KTV 拄开放，都拄着双十连假，爱唱歌的民众真欢喜。来到其他 KTV 柜台注文电话才袂煞。昨天晚上呢6成左右，那现在的中晚班基本上是目前是客满的状态。电话预约，那现在差不多都6成。业者讲配合防疫包厢会有人数的限制，而且人客专程拢爱挂嘴暗，袂使啉酒，嘛袂使食物件，敢若会使啉饮料含水，有袂少限制。不过即马看起来爱唱歌的民众想要唱歌的心搁较强，敢若想要赶紧趁连假的时阵到包厢好好啊来唱歌。